同仁，上午好。我看今天我们昨天很辛苦，我看了啊，因为昨天最后一个发言的，因为我来了几个人来找我，我后面离开了一下。昨天大家很辛苦，啊，今天的精神状态我看很好，是吧？我们给自己来一次掌声，好吧？这个我们第17期经典教师骨干教师培训班，我每一次开会啊讲了一个概念。我们经典骨干教师，骨干教师是什么？是起支撑作用的，起带头作用的，起领导作用的，是吧？主干、骨干支撑的，所以我们凡是来参加这一次培训的，都是作为全国和海内外经典教育、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推广的带头人，去领导人，啊，去起支撑作用的，所以我们大家，所以学习很辛苦。我们温主席讲了一个概念啊，辛苦才有幸福，是吧？辛苦就有幸福，不辛苦就没幸福。是吧？我们大家学习，原来我们这个课程应该安排是1个礼拜的，后面大家就讲很忙，所以我们压缩成3天，实际只有3天，明天要去考察，是吧？所以真正要培训啊，这只是一个开头。等一下我就马上给大家讲大学了，是吧？你看学一部大学，我们原则上要听完3个月，是吧？《论语》听完要1年，你起码学1年《论语》，你再去讲《论语》，是吧？最低1年，我们《论语》讲2年，是吧？边讲边做，那就有效果。所以我们大家呢，只是来把基本的原理、基本的要求，大家来研讨，啊，大家来研讨。我们在座的很多搞经典教育已经很有经验了，所以我们叫做研讨、研修，是吧？研修，大家交流。我们这些老师呢，叫做抛砖引玉，你们玉还在，都坐在下面，是吧？我们只是引玉。我们17期骨干教师，我们讲的一个概念叫做黄埔经典黄埔军校，我们是黄埔17期的学员，是吧？大家为我们黄埔17期学员鼓掌。所以我们温主席又是黄埔17期学员的名誉班长，我们张部长是17级的班长，林老师是我们17级的学习委员，还有我们的生活委员刘校长，我们还今天还要宣布一个文娱委员，要补选一个文娱委员，因为9号晚上要进行联欢晚会呀，这个节目要排得要非常有水平，由文娱委员来牵头啊。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。17级，这个班长是终身的班长，不退休的，不免职的，好吧？好。下面我就继续向大家汇报我前面的一个第1讲经典教育的一个师资的一个基本掌握的6讲。今天呢，我讲5讲，留作后面1讲是留到最后一天下午再和大家讲，就是大家提出来的经典教育啊，只读经典，怎么和
品德行为规范结合起来。昨天我们校长，山西的校长啊，老校长提得很好。我们这10几年来，既研究经典怎么读，怎么教，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，连重点还在研究经典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习惯。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高尚人格，怎样培养学生的10大高尚人格，这是我研究的课题啊。我认为学校重点现在抓2项，除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以外，抓5大经典，抓10大行为习惯训练，抓10大高尚人格塑造。所以10大行为习惯和10大高尚人格，我留到最后一天下午再向大家报告啊。下面我就接到昨天的讲的，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理论依据，我们去推广啊。你要向各位教育局长、校长、家长、社会上人说，我们搞这个经典教育，人家问你是不是瞎搞的啊？小朋友读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读啊？读了有什么好处啊？什么坏处啊？好处我讲了，家长他认为有很多坏处，他说我们都不能读，小朋友能够读吗？3岁小朋友能够读啊？我们在座的好多园长，是吧？你怎么说服家长，说服社会上的不懂经典教育的人？我就给你找了理论根据。我是专门研究教育的，是吧？华东师大专门研究这个，我当师范校长专门研究小学教育啊。我的专业就是学这个东西，专门学教育学、心理学。我教了18年心理学、教育学、学校管理，是吧？那么有没有理论依据啊？有，全世界、全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讲的，读经典完全可以，并且读了好得不得了。你看他们研究的成果，第一个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志协，凡是学教育的，特别学学前教育、学幼儿教育的、学小学教育的，如果不知道朱志协，等于这个老师不及格啊！连朱志协是何其人也都不知道，肯定没学心理学，没学儿童心理学，没学儿童教育学。朱志协，北师大的著名的博士导师，我们刚解放的中国第一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。我们读大学、读研究生课程就是学他的儿童心理学，就是他的，他就是代表中国儿童心理学的权威。国家领导人对他敬重的不得了，全世界公认的。他提出一个观点，你看，学前儿童的词汇数不断增加，词汇的内容不断丰富，词类的范围不断扩大，从言语实践中逐步掌握语法结构，言语表达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。从外部言语就是有声能够说话，有声言语，逐步向内部言语，内部言语就是什么？思维了，内部的言语就是无声的，通过思维来表达了，就过渡，并有可能初步掌握书面言语。初步能够掌握书面言语啊，孩子几岁啊？2岁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讲从3岁读、2岁读都可以啊。心理学家说的，还不是我这个教心理学、教教育学的老师说的，是吧？电脑早上可能没吃饭啊。17呀，不是，对吧？
可以。这个资料太多了，这个电脑里面啊。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潘叔，教育心理学，大家听到啊？前面有两个词，前面是儿童心理学。潘叔是中国教育心理学的最高水平的心理学家，叫做潘叔。我们读教育心理学，就必须他的就是权威。他怎么说啊？大量朗读可以保持儿童的注意力稳定。大量的朗读经典可以保持儿童注意力稳定。你看我们读经典最大的好处在这里，那些跳笔的学生啊，只要读了1-2个月经典，他慢慢就坐下来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台湾、香港啊，我们整个大陆的搞经典心理学，你看都有这个道理。过去我们都是在盲目，人家讲我们经典不好，我们没有话说，说不出，不能说服人家，是吧？你把这个一看，教育局长好、校长好、社会所有的人，心理学家，你去查一查潘叔啊，进行思维和理解内容，并获得有效的记忆。你看第二个观点，背诵时书籍教材，提高应该有一个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。背诵书籍教材，背诵经典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。现在我们的读经典，我是总结了2句话：学习经典是学习语文的最好的途径和方法，是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语文教学内容。经典叫做什么？我们用一句话叫深度文化。深度文化，最高品质的文学。你看你学语文学什么？圣贤的经典，中国历代最优秀的语文作品。你读了这些东西，1篇能等1万篇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，大家把这句话要记下来的：1部经典胜过1万部杂书。记了没有啊？1部经典能胜过1万部杂书。1万部杂书，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读了好多书，当不得1部经典，是吧？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，读了没用，当不得我们读1部。我就讲，只要我们中国人每个中国人读好5部经典，学问就不得了了。还不要讲读50部、500部，南老师讲要5000部，是吧？那个水平就太高了，是吧？5部就不得了了。我最后要给大家讲，最好要读好5部经典。好，你看他讲了，在语文教学中，背诵对于巩固字词、加深理解课文、提高读写能力、促进记忆力的发展，均有积极的、独特的作用。现在你可以回去给老师讲课，给家长讲课，一句一句讲，有没有作用啊？心理学家讲的，这个我们把这个资料都考给你们了，你们回去是吧？还有资料是吧？第3条，你看，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，后面我们讲，昨天我们易老师也讲了嘛，是吧？读书很简单，你读怎么读啊？反复读，反复读，读多了就懂了，读多了就记了，这很简单，就这一个读。要背吗？读多了就背，
如果背不的东西啊，这个学生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，他将来也不可能运用的。运用什么？运用空气，是吧？脑子里没有装着东西，没有把东西编码编进去、储存进去，怎么来学习？怎么工作？怎么当老师？是吧？怎么写文章？怎么运用？首先要保证大脑储存东西。大脑现在只用了多少呢？这是我们心理学家研究的。现在我们人类的大脑只用了4%。看我们在座的检查你的大脑用了多少了？96%的大脑在睡大觉。记住吧，把这句话要记住。全世界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，现在全人类大脑只用了4%，96%的大脑在睡大觉。我们有一些可能就不止4%了，这个只讲平均数了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些可能用了30%，有些可能用了70%、80%，但是平均全世界的人的大脑平均只用了4%。这个观点很重要啊！说人的大脑潜能巨大的，因为我是研究心理学的，专门学心理学。